歡迎嚟到第4個星期嘅留住愛系列。如果你係今年先嚟哥倫參加聚會嘅話咧，唔講你唔知啊，留住愛呢個系列咧係哥倫最長壽嘅講道系列。差唔多咧，我哋喺開始教會以來咧，差唔多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講一次嘅。咁可能你會問啦，留住愛點解年年都要講呢？夫婦嘅關係真係咁緊要？嗱，喺講道系列開局嘅時候咧 Pastor Joshua 提醒我哋，婚姻咧從來都唔係咧兩個人之間嘅事咁簡單。每一段婚姻嘅關係都直接影響緊你身邊嘅世界，亦都影響住你嘅下一代，佢哋點樣睇夫妻嘅關係、睇婚姻嘅關係嘅。喺過往嘅3個禮拜，我哋嘗試透過毒舌夫妻呢個題目咧，去探討夫妻之間嘅衝突啊，同埋爭執。我哋都嘗試咧透過聖經登山寶訓裏邊咧，為你同埋我向婚姻咧尋找出路。登山寶訓嘅中心思想咧，其實就係要將一份同世界好唔同嘅價值觀，一個天國嘅價值觀，好貼地咁樣注入我哋有血有肉嘅婚姻關係當中。就正如耶穌當日勉勵佢一班嘅門徒咁話：你們要完全好似天父完全一樣。嗱，當然咧，耶穌冇期待我哋咧事事喺婚姻嘅裏邊咧都做到100分，但係要將天父嘅性情咧嚟到去注入我哋嘅日常嘅生活，注入我哋婚姻嘅生活當中。耶穌咧，亦都叫我哋唔單止咧被祝福，而係更加令到我哋身邊嘅人咧喺我哋嘅身上邊切切咁樣去體驗神嘅實在、神嘅真實。喺過去嘅3個星期咧，我哋透過登山寶訓呢一個嘅眼鏡啊，一齊去思想夫婦之間有關憤怒嘅問題啦，有關報復嘅問題啦，有關饒恕嘅問題。弟兄姊妹啊，唔知道喺過去呢3個星期咧，天父又俾你有咩嘅提醒呢？今日嚟到第4堂啦，我哋發現夫婦之間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咧，經常遇上嘅問題。而如果呢個問題啊，唔去被正視啊，夫婦之間有關嬲怒啊、報復啊，甚至積怨嘅問題咧，只會加劇同埋加增。而我所講嘅正正就係論斷呢一個問題啦。夫婦之間一旦遇到唔如意嘅事情，其中一個最自然嘅反應咧，就係會互相抱怨啦、互相指責嘅。嗱，聽到呢一度咧，在座嘅你可能第一個反應咧就係話到蜜月期一過啊，夫婦之間產生衝突，難道咧呢個唔係人之常情嚟嘅咩？喺婚姻嘅裏邊啊，如果對方有做得唔啱嘅事啊，難道另外一半咧完全唔出聲咯？冇錯，牧者當然同意啦。夫婦之間咧，的確係有一份彼此提醒對方嘅責任嘅。嗱，不過就係咧，我哋經常遇到好多夫婦之間咧，所謂提醒對方咧嘅舉動啊，背後又未必係咧因為呢一個原因。好多時候相反嘅，引致夫妻之間互相指責、互相判斷背後嘅原因咧，可能啊，不過係因為對方做咗一啲嘅嘢，令你唔舒服、睇唔過眼，但係令到雙方咧就陷入一種互相指責，甚至彼此論斷嘅情況裏邊噃。嗱，講咗咁耐咧，可能你會問啦，咁究竟乜嘢係論斷呢？嗱，簡單嚟講，論斷咧就係按自己嘅標準同埋對方嘅表現嚟到斷定對方嘅存在價值。論斷就係將到指責對方一啲唔啱嘅地方咧，去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去質疑啊對方嘅價值。論斷開始嘅時候咧，可能只係因為一啲對方所做嘅事滿足唔到你嘅要求。咁所以咧，論斷就開始啦。但係你咧，卻以對方啊其中一方面嘅表現咧，嚟到好負面咁樣去判斷佢整個人嘅價值。弟兄姊妹啊，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類似嘅情況啊？當兩夫婦發生衝突嘅時候啊，你又會唔會咧都曾經講過以下其中一句嘅説話呢？你冇腦㗎，你成世人咧就係咁蠢㗎啦！睇死你咧，
就係咁噶啦，你永遠都改唔到噶啦，你做乜都冇用噶啦，因為你就係啲咁嘅人啊！唔知道咧，你聽到上邊呢一番嘅說話咧，你有咩嘅感覺？嗱，我聽到呢啲說話嘅時候咧，我就會有一份咧被藐視啦，被對方睇小嘅一個感覺。呢個態度咧，其實係十分之摧毀性嘅，因為對方基本上邊咧正在喺度斷定緊你成個人嘅一個價值。呢個態度唔單止咧係對夫婦之間嘅關係冇幫助啊，甚至將事情嗰個焦點啊變成咗只係為咗咧挑對方嘅錯處啊，揭對方嘅瘡疤，甚至只係為咗咧置對方於死地呢一個地步啫。於是無論你過去有幾多個優點都好，唔理；無論你過去付出咗幾多幾好嘅代價都好，對方唔理。甚至你嘅作為嘅背後有咩嘅原因都好咧，通通都唔理。只要你嗰一刻嘅表現唔合對方嘅心水，你整個人咧就被完全嘅去否定啦。最後嘅結果，你只會感到受挫啦、受傷啦、被拒絕啦、被厭棄。嗱，不過我哋嘗試諗一諗，嗱，假如今日耶穌就喺你屋企嗰個嘅食飯台嘅裏邊，佢哋眼見你兩公婆咧彼此論斷，甚至咧去到互相摧毀嘅地步嘅時候，你估咧耶穌會同你哋講乜嘢咧？喺馬太福音第7章登山寶訓嘅裏邊咧，論到論斷呢個嘅問題嘅時候，耶穌將3個好重要嘅提醒咧，就俾咗跟從佢嘅人啦。第一個提醒，耶穌要我哋記住，你點樣嚟到去衡量別人，你就要用翻同樣嘅標準嚟到去衡量自己。你點樣衡量別人，你就要用翻點樣嘅標準去衡量自己，免得你成為一個嘅偽君子。馬太福音第7章第1節同埋第2節。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被判斷。你們怎樣判斷人，也必怎樣被判斷。你們用什麼標準衡量人，也必照樣被衡量。嗱，新譯本咧喺呢度咧翻譯叫做判斷啊。不過咧我就比較喜歡咧和合本翻譯叫做論斷，因為佢嚟得比較咧係貼切耶穌嘅意思。耶穌本來嘅意思咧並唔係話你唔可以咧有作判斷嘅觀點。耶穌嘅意思呢度咧，係叫我哋唔好淨係用外在一啲睇得見嘅表現去判斷一個人內在嘅價值。耶穌嘅意思咧，係叫我哋唔好帶住一種輕看同埋藐視嘅態度嚟到係去對對方。喺你判斷嘅同時嘅時候咧，你需要好好嘅去考慮。原來當你用咩嘅標準去衡量其他人嘅時候咧，同一個時間，你需要被同樣嘅標準咧去衡量自己。主耶穌喺呢度教導我哋，喺天國嘅價值裏邊咧，係唔可能有雙重嘅標準嘅。而耶穌呢個想法咧，亦都同樣切合佢喺登山寶訓當中咧，另外一處教導門徒嘅一條金科玉律。聖經學者叫佢做 The Golden Rules。馬太福音嘅7章12節咁話。所以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同埋先知嘅總綱。其實點解咧會有律法同先知嘅總綱呢？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個正正係主耶穌教導我哋對待其他人嘅原則。而呢個原則亦都係舊約聖經裏邊律法同埋先知書教導裏邊咧，教導我哋點樣去愛身邊人嘅一個嘅準則嚟嘅。所以保羅咧先至喺呢個嘅加拉太書第5章14節咧咁樣講，因為全部嘅律法都喺愛人如己呢一句話嘅裏邊咧成全了。你們願意人怎樣去對待你，你亦都要點樣去對待人。換言之嘅，你唔願意人
點樣去對待你呢？你亦都唔好咁樣去對待人。呢個想法亦都同時教導我哋咧，要將自己放喺對方嘅位置上邊咧，嚟到去思想，要用一份嘅同理心嘅角度去明白對方，嘗試去體會咧對方嘅處境、對方嘅困難，以至咧一切喺呢個判斷之前啊，又或者咧你喺墮入論斷嘅陷阱之前咧，我哋能夠對整件嘅事有住一份更加全面嘅明白同埋思考。你怎樣嚟到衡量人，亦都要怎樣嘅去衡量自己。呢個係主耶穌咧要我哋記住嘅第一個提醒。跟住我哋睇一睇啦，耶穌對論斷方面嘅第二個提醒，馬太福音第7章第3同埋第4節。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卻不理會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弟兄說，讓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嗱，喺呢一度咧，耶穌用木屑同埋梁木做一個比喻，極有可能咧係同佢自己啊係出生喺木匠呢個嘅家庭咧係有關係嘅。喺呢度，耶穌應該咧係用緊一個誇張嘅手法嚟到教導門徒，令到佢哋咧更加有深刻嘅印象嘅。耶穌喺呢度咧用兩種體積完全唔同嘅物件咧嚟到做比較。一方面咧可能長度只係有1毫米嘅木屑，另外一方面咧係一條嘅梁木。我就想起我哋街邊咧好多嘅電燈柱啊，10幾尺高嘅電燈柱一樣。耶穌用呢兩種嘅物件嚟到打比喻啊，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我相信當時聽嘅人咧一定會有啲嘅會心微笑嘅。不過當我哋再上深一層嘅時候咧，究竟啊耶穌喺呢一度想表達咩嘅意思咧？究竟啊乜嘢係我哋眼中嘅梁木咧？可能有人以為咧，耶穌嘅意思就係咧，叫我哋唔好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所以咧，你冇資格嚟到係去判斷，甚至即使係見到對方有錯嘅時候咧，你作為旁邊嘅一個咧，都唔可以出聲喎。嗱，如果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咧，問題就大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夫婦之間啊，可能就失去咗彼此提醒、彼此糾正對方嘅功能啦。原因就係，既然大家喺上帝嘅面前都係罪人，咁樣啊，就根本我哋冇資格，冇人會有資格去指出對方嘅錯誤。不過我哋相信咧，耶穌嘅意思並唔係咁樣。耶穌並唔係唔容許我哋提出任何嘅判斷，而係喺判斷以前嘅時候咧，我哋要諗清楚。喺呢一刻，喺你嘅眼嘅裏邊啊，有冇一啲嘅嘢好似梁木一樣，阻擋住你點樣嚟到去睇清楚你弟兄眼中嘅木屑呢？喺呢一刻嘅裏邊啊，有咩嘅東西啊，係影響住你嘅思想，以致你唔能夠客觀嘅嚟到向對方嚟到作出判斷呢？喺呢一度，耶穌作出第二個嘅提醒，千祈唔好讓你生命當中可能有嘅困難成為你判斷對方嘅偏見，唔好讓你生命中嘅困難成為判斷對方嘅偏見。嗱，話說有一日咧，張先生咧就嚟到好擔心咁樣去見佢嘅家庭醫生。我懷疑我老婆咧聽唔到嘢啊！近嚟咧佢成日都聽唔到我講嘢咁樣，唔知點解咧？我每一次講嘢咧都要講幾次啊，佢先聽得到。嗱，醫生咧就建議啦，張先生，今晚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企喺你太太大約15尺嘅距離嘅地方咧，試下嚟到去叫佢 ，OK？ 但如果佢冇反應嘅時候咧，你就行近少少，再講多次，一路咁樣試，等我哋睇一睇咧，你太太聽覺嘅問題咧，究竟有幾嚴重，好唔好啊？嗰晚咧，張先生就翻到屋企，就照住醫生嘅吩咐咧咁做啦。當佢見到老婆喺廚房切緊菜嘅時候，佢就企喺佢15尺以外咧，就問佢老婆啦：喂，老婆，今晚食咩餸啊？冇反應。張先生行近5尺，再問多一次：
老婆，今晚食咩餸啊？冇反應。跟住佢再行多5尺，第3次問啦：喂，老婆，今晚食咩餸啊？仲係冇反應。嗰個時間，張先生咧就開始嬲啦。跟住佢行到老婆嘅後面，幾乎咧貼住佢嘅耳仔，再問多一次：老婆，今晚食乜嘢啊？跟住張太太就轉身同張先生講啦：阿張先生，我已經講咗第4次啦，今晚食雞啊！嗱，大家估下，真正聽唔到嘅到底係邊一個呢？讓我哋千萬唔好讓我哋生命當中嘅困難成為判斷對方嘅偏見。嗱，聽到呢一度呢，可能你又會問到啦，可唔可以俾啲實際嘅例子啊？究竟喺夫妻嘅關係當中乜嘢係我哋眼中嘅梁木呢？我哋眼中嘅梁木可以係我哋過去我哋受過嘅傷，但係今日仍然未愈合嘅傷口。我哋眼中嘅梁木可以係我哋性格上邊某種嘅軟弱，亦都可以係我哋成長嘅背景帶俾我哋一啲嘅固執，甚至係我哋今日我哋唔係好願意去處理，但係卻希望咧不斷去掩飾嘅罪過。嗱，呢啲生命嘅傷口軟弱固執或者係罪過咧，原來咧係可以扭曲我哋對人同埋對事嘅睇法，甚至影響咧我哋嘅判斷同埋反應嘅，令到我哋以為咧我哋自己嘅反應係合情合理啦，但係實際上邊咧原來係帶住好多嘅偏見嘅。而呢一點特別咧會發生喺呢一個嘅夫婦之間嘅相處當中。弟兄姊妹千祈唔好被生命當中嘅困難去主導你點樣判斷對方，千祈唔好咧被你過去負面嘅經驗，生命當中咧仍然去纏繞我哋嘅罪咧，去主導你點樣嚟到去判斷對方。今日若然你係真心想要提醒對方嘅話，為你嘅伴侶去移除眼中嘅木屑嘅話咧，耶穌嘅提醒就係我哋必須同時間喺自己嘅生命當中咧去下功夫，移除我哋生命當中影響你判斷嘅障礙好叫你眼中呢啲嘅梁木唔會成為你同對方建立關係嘅一啲嘅障礙，唔好讓你嘅困難成為判斷對方嘅偏見。呢個係耶穌第2個需要我哋留意嘅重點。耶穌喺馬太福音第7章第5節咧提出咗第3個有關論斷嘅提醒。偽君子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嗱，點解耶穌喺呢一度咧會講到偽君子咧？特別留意噃，呢度並非係對住一班咧法利賽人嚟到去講，而係對住一班咧已經係跟咗耶穌一段時間嘅門徒嚟到去講嘅。一方面咧，我哋有理由相信主耶穌喺對知道在場嘅門徒咧喺過去嘅裏邊並冇好似耶穌咁樣教導佢哋咧咁樣嚟到看待別人。同時間耶穌亦都要聽佢講道嘅人咧留意佢最後嘅一句說話。先除掉我哋眼中嘅梁木，我哋先可以睇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嘅木屑。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嗎？正如我哋一開始嚟到去講，其實耶穌從嚟都冇阻止人去做判斷，耶穌亦都冇否定你去幫助你嘅弟兄、你嘅伴侶去除掉佢哋眼中嘅木屑嘅。耶穌並冇將我哋滅聲噃，反而嘅耶穌喺呢度鼓勵跟從佢嘅人要積極嘅移除眼中嘅梁木。目的係乜嘢？就係好叫我哋可以好主動嘅去擔當你弟兄生命當中嘅軟弱，去幫助對方除掉咧佢哋眼中嘅木屑。所以主耶穌嘅意思就係佢希望你同埋對方咧，能夠一同去擔當佢嘅問題，
就正如咧夫婦關係其中嘅一樣啊，當中好多嘅問題出現咗咧，絕大多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屬於單方面嘅。既然作為夫婦啊，問題就唔單屬於某一方，所以咧我哋要彼此嘅擔當，共同面對。無論邊一個出咗問題，主耶穌嘅心意就係願意我哋彼此擔當，共同嘅面對。呢一個唔係單方面可以解決嘅問題，而係我哋需要一齊要為眼前嚟到嘅問題咧去尋找出路，尋找改變。弟兄姊妹啊，牧者喺呢度咧並唔係想好籠統嘅嚟到話夫妻之間問題咧，大家都有責任，又或者咧大家咧各打50大板，雙方都有錯。我嘅意思係咧，當夫婦之間有問題出現嘅時候，與其只係互相嘅去指責對方，彼此嘅論斷，互相嘅去攻擊，將解決嘅問題咧推向對方嘅一方面，我哋應該要做嘅就係一齊去面對，一齊去處理問題。無論問題係出自丈夫，亦或出自妻子，既然成為咗夫婦，二人成為一體嘅時候咧，天父就好願意我哋咧一齊嚟到去承擔。今日倘若你嘅配偶而家就坐喺你嘅身邊嘅時候，呢個提醒就正正係要俾你同埋你嘅配偶一齊嚟到去領受嘅。大家嘅責任就係要學習點樣放下自己嘅偏見，處理自己嘅困難，好叫你同埋對方唔再係彼此論斷啦，而係彼此擔當面前嘅問題 ，own the problem together。意思咧，你能夠去走出毒舌夫妻啊呢一個嘅困局。喺一個星期之前咧，我同我太太有機會見證我哋嘅大仔 Caleb 成家立室。呢度咧好想分享我喺婚禮當中咧為到一對新人送上嘅一段嘅祝福。因為 Caleb 同埋 Danielle 咧，佢哋都好喜歡跑步嘅緣故啦，所以我特別用咗咧跑步呢個比喻咧嚟到祝福佢哋噃。我會嘗試咧中英對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咧就同佢哋咁講啦 ，Wishing you both a journey together that's like a really good run。願你哋攜手踏上一段咧，如同一場精彩長跑嘅旅程。May you lift each other in uphill climbs, find rhythm in the valley。願你哋喺攀登高山嘅時候彼此扶持，喺低谷前行嘅時候咧揾到節奏。And always finish hand in hand, no matter where life leads you。無論人生帶你哋去到任何一個地方，你哋始終都係可以肩並肩咁樣完成每一條嘅旅程。Here's a lifetime of many finish lines crossed together。祝願你哋攜手完成人生每一場嘅比賽，手拖手跨越一條又一條嘅終點線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s together。面對人生嘅高山低谷，讓我哋記住，問題唔係屬於某一方，讓我哋唔好忘記，我哋要彼此嘅擔當，讓我哋都能夠經歷同我哋嘅配偶攜手嘅去完成人生一場又一場嘅比賽，手拖手跨越一條又一條嘅終點線。要從一種彼此論斷嘅困局走出嚟。主耶穌今日透過登山寶訓俾我哋嘅提醒就係：你點樣衡量別人，亦都要點樣衡量自己。唔好讓你生命當中嘅困難成為判斷對方嘅偏見。問題唔單單只屬於某一方，要彼此擔當，共同面對。嗱，唔知你覺唔覺得呢？呢啲嘅提醒咧，所表現出嚟嘅精神咧，好似有啲似曾相識咁樣啊！呢一啲嘅提醒，豈唔係就喺你哋婚姻當中啊？你同你伴侶互相承諾背後嘅精神嗎？仲記唔記得啊？你曾經承諾過，無論貧窮或富裕、健康或疾病、美貌與失色，我都願意愛你、尊重你、關心你。對你一生不變。以上嘅承諾，你記唔記得啊？如果係咁嘅話，我哋點可以容許夫婦關係當中
仍然有互相論斷嘅情況呢？我哋點樣可以仍然淨係按住外表嘅表現去衡量對方成個人呢？因為連天父自己都唔會咁樣嚟到論斷我哋，否定我哋嘅價值。相反嘅，我哋喺天上邊嘅父親，佢珍惜你，佢愛護你，佢看我哋為寶貴，佢從來冇拎走我哋可以回轉悔改嘅機會。即使過去我哋曾經令佢有幾咁傷心失望，但佢從冇拒絕我哋，甚至佢主動嘅為我哋犧牲，為我哋開拓一條通往救恩嘅出路。你有冇諗過啊？天上邊嘅爸爸其實都好願意我哋將呢一份嘅愛實踐喺我哋嘅婚姻關係當中。弟兄姊妹，喺呢一刻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去體會天父對我哋呢個嘅心腸呢？不經不覺，留住愛呢個系列呢，又嚟到尾聲啦。正如牧者一路對大家嘅勉勵，婚姻係一段對我哋對世界影響深遠嘅關係。婚姻嘅關係唔單止影響你嘅家庭，更加影響你嘅下一代，佢哋對婚姻、對家庭嘅睇法。透過將天國嘅真理實踐喺婚姻嘅關係當中，讓人體會神嘅愛係點樣可以有血有肉咁樣展現喺夫婦嘅關係裏面。到咗最後啦，牧者好願意特別勉勵我哋在座當中嘅基督徒夫婦，你要好好嘅去守護同埋你伴侶之間嘅關係，因為婚姻從來唔係一場嘅生死決鬥啊！千祈唔好淨係諗住點樣贏對方。真正嘅夫妻係一輩子嘅守護，係一輩子嘅包容同埋理解。無論你幾咁嘅能幹，單靠一個人嘅努力係冇可能維護一段嘅婚姻嘅。共同經營，互相扶持，我哋先至走得更遠。最後我哋學習，繼續嘅去學習點樣將呢一份天國嘅價值觀注入你同埋我嘅婚姻關係當中。而家就我哋有一段時間，我哋低頭，有一段靜默嘅時候。好，我哋而家就邀請大家，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同心有一個嘅禱告。創造生命嘅主啊，我哋感謝你賜下婚姻，使我哋可以彼此嘅相愛、扶持同埋同行。但我哋承認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我哋成日因為嗰啲嘅情緒啊、驕傲啊，或者唔同嘅傷痛咧，我哋彼此嘅嚟到去論斷、指責、傷害，讓原本應該帶嚟祝福呢一個嘅婚姻關係咧，變得掹掹緊、好緊張。所以主啊，赦免我哋，赦免我哋曾經用過定罪嘅眼光咧嚟到去睇對方，赦免我哋咧用一啲惡毒嘅話語咧嚟到去拆毀對方。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學習天父嘅完全，幫助我哋真正成為天父爸爸嘅兒子，天父爸爸嘅女兒，學習天父爸爸嘅性情，用完全嘅愛嚟到去愛對方，讓我哋彼此成為祝福，而唔係彼此嘅壓力，彼此造就，而唔係彼此嘅拆毀。讓我哋嘅婚姻成為見證主你榮耀嘅器皿，喺愛中同心，喺恩典當中去同行。我哋咁祈禱係奉主耶穌得勝嘅名祈禱，阿門。